谢谢。这咖啡真香。逸轩，你也试试啊。喝了咖啡，我晚上睡不着觉。爱宝，你们家都是你自己布置的吗？一个学设计的朋友一起帮忙布置的，很有家的感觉。能不能带我上楼参观一下？乃墨，这时间不早了，应该孩子也睡了，咱们走吧。没关系的，我们上去吧。好。啊，我先去换鞋吧。不用了。楼上有几个房间？2个，一个我的，一个准备了个闹闹的。好多照片啊！哇，好多闹闹的照片，好可爱。今天晚上从乃梦走进爱宝的家那一刻，我的心一直在嗓子眼待着，老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我最担心是乃梦在爱宝家会察觉到什么，我害怕我跟爱宝这种奇怪的关系，一旦让乃梦知道了，会伤害到她，伤害到我们的家庭。虽然最后什么事都没有，可这一晚让我过得提心吊胆的。看着乃梦熟睡的样子，我稍微踏实了一点。不管了，听天由命吧。乃梦，乃梦。喂，爸，爱宝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别哭啊，怎么了？孩子不见了。孩子怎么会丢呢？幼儿园刚刚打电话给我，说找不到孩子。行了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喂，乃梦。你在哪儿？哦，我在车上呢。我临时接了个电话，去见一个比较重要的客户。办完事以后我就回去。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礼物我已经买好了。那好吧，那一会儿见。晚上见。
怎么回事？孩子怎么会丢呢？我刚刚接到幼儿园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闹闹不见了。我赶到幼儿园去找不到他，他们说闹闹在课间活动以后就不见，他们不知道谁把孩子领走了。然后呢？会不会是奶梦姐知道我们的事情，然后把闹闹带走了呢？不会的，千万别这么想。就算奶梦知道我们的事情，她也不会去伤害孩子。奶梦的为人我知道，刚才我在车上还接她一个电话呢。那谁？该不会？谁？我不晓得，我现在脑子太乱了，我现在找不到我的孩子。我突然觉得我是不该介入你跟奶梦姐的生活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先别着急，别哭了啊！别着急，再好好想想。进来。林总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家里一切都还好吗？啊，挺好的。嗯。公司最近怎么样？公司一切都好，而且特别好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任总要召开部门经理会议，您要不要参加一下？人都到齐了吧？林总，这几天我们公司的状况不错，在林总不在的情况下，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，按部就班的，使我们很多的工作都能有条不紊的顺利的进行着。所以林总您放心，一切都 OK。目前仁义在跟的盛世年华的年度合同进展非常顺利，估计不久就应该能签下来吧。哎，李总，说这个有点早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托朋友啊，在内部弄到了盛世年华对明年广告推广的策划案，都写在上面了。说拿下这个单子呢，我不敢说我十分有信心，不过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的工作，拿下来，我有70%的把握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，他们要固定广告的次数；第二，限制广告的规模；第三，节省广告的开支。还有，他们有几点要突出：第一，突出独到之处；第二，在同类产品中的差别性，就是他们的优势在哪儿；第三，要突出厂标、厂牌；第四，加强消费者对企业的信心。以下这些就是我从这个企划案中挑出来的重点。哎，小李，那个案子你赶快交给我啊！林总，
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。士为知己者死，林总，您这么重用我，我要对得起您对我这份看重。不过，我还希望林总您能早点归队。盛世年华这个单子对我们很重要，不过要想真的拿下来，还有一定距离。毕竟我们不是 4A 公司嘛。刚才我在会上那么说，是为了给大家打气。我不在的时候辛苦你了。如果我们公司不能不断的发展，很快就会被那些新兴的小公司给击垮。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吧？这么说吧，如果要参加这次竞标的话，总共需要公司投入什么样的资源？很简单，把我们公司全部资产都押上去，达到 4A 的资格，然后参加竞标。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我干了这些年，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万一，只能成功。你这样做不是搏命吗？我不赞成。我也不赞成。林总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，4A 的认证完全通过了，手续正在办理中。太好了，需要我过去吗？不用了，嫂子医院还需要你照顾，这边有我呢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就是向你请示一下，给办事中间人的这部分款，以什么名目向财务请款啊？毕竟这笔费用数额很大，基本上是全公司的全部现金流了，所以你得给个明确的指示。不担心，我会直接给财务总监打电话，让他取出现金来交给你。啊，兄弟啊，这可是我全部身家，做任何决定都要小心。还有，4A 尽快办，如果4A 办不下来，所有努力都是白费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林总，我了解事情的重要性，办事的人绝对可靠，拿到钱之后，一定把事情办得漂亮。抓紧时间办，等事情办妥了以后，我会在公司里给你一部分干股。林总，就算您不给我这干股，我也会竭尽全力的。总之，谢谢你。行了，小子，跟我客气什么？今后咱们俩就是兄弟了。我等你好消息。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孩子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怀孕了，我当爸爸了。你要不要再睡会儿？你怎么坐在这儿？赶快上床吧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对孩子也不好。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只是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我相信
我以后会是个好父亲。我也相信你会是一个好母亲。我要谢谢你的坦诚，只是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心里明白，你是属于他的。作为一个女人，站在他的立场想，他比我更爱你。你说了那么多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别再提了。乃梦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她是你的女儿。别再讽刺我了，她不是我的女儿。我知道我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我会把所有的亏欠都弥补给你，弥补给我们的孩子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啊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，现在在我眼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哎，喜欢吗？就行。你爸爸可爱你了。啊，到了，到了，我在这边等着你。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。来，玩玩这车，我看怎么玩的。来，这个就掉了。这什么车？这什么团车？集团车，好玩吗？好玩。那你玩给我看，怎么玩的？爸爸，你在干嘛呀？闹闹，别在这玩，危险。大宝，抱他出去。闹闹，来，我们别在这玩啊，乖。你自己小心一点啊。好，开灯吧。闹闹。
奶梦姐她还好吗？好多了，应该没事了。那就好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我有些饿了，能给我弄点吃的吗？嗯。我们分手吧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不要说气话嘛。我是认真的，我们俩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也许对你来说太老了，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，更适合你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啊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那么你听我说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我，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那么傻的，干嘛要做这种事情？
你给我去死！错的是我，是我错。是我的错，我是第三者啊。爱宝，爱宝，爸，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这么叫你，但我想应该没有了吧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写信给你。我很少写信，所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。首先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一直在想，究竟隐瞒和欺骗，哪一个更不可原谅？但我真的无法隐瞒你，在我再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无法隐瞒什么，所以只有骗你。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才刚离开你，那么快就嫁给了别人？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自然而然就那么做了。也许这就是命运吧。你记得我离开你的那个晚上吗？
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接下来该何去何从。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出现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选择信任他。他说让我跟他走，我就真的跟他走了，一点也没有犹豫。他居然会煮米粉，而且煮得很好吃。我忘了那天晚上我哭了多久，我只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久的一次。但我哭得那么心安，比在你怀里的时候还要心安。后来我哭累了，他就跟我说住下来吧，于是我答应了。他也是个很有趣的男人，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。他想尽办法逗我开心，我渐渐的就不再那么难过了。后来他向我求婚，我自然的就答应了他。其实我结婚远比你早很多，大概距离我离开只有1个月吧。结婚的前一天，我从楼下走上来，走到你的门前。
爸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他说他爱我，愿意娶我，愿意和我一起养大孩子。于是我嫁给了他。我知道里面要换钥匙，有时候趁你不在家，我会偷偷的回去看看，看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我拿走了一张我们的合影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保留那个孩子的，我们搬走了。
刚开始的一切都很幸福，我只是偶尔抽空想一想你。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直到以为他会接受这个孩子，但渐渐的我发现我错了。你回来啦？孩子生下来几个月后，他开始对他不理不睬，慢慢的他变得越来越过分。他不止一次说要把孩子送去孤儿院，有时候我从外面回来，发现他竟然一整天都没有喂他。孩子哭成这样，你是喂他了没有？你还算是个人吗你？你就说这里有什么不好？这里就是不好。怎么不好？你告诉我。我跟他吵架，他说他爱我，我要跟他离婚，他又反过来恳求我。我相信了他，我相信他是爱我的。他看着我的眼神，跟你早些时候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，那恐怕就是爱一个人的眼神吧。他年纪比你小，我觉得我也是爱他的。有时候我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做错了呢？但是我真的很想要那个孩子，那种心情恐怕是他，甚至你都不能理解的。为了弥补他，我对他好。爸，我对他的好，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过的。我有时候想，如果当初我对你这么好，没有对你任性、撒娇、发脾气，会不会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？是不是这些就是长大的代价？你对我的那些宠爱，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越对他无微不至，他越认为我是在弥补，我根本不爱他，于是他越来越恨我。他说他自己因为某种疾病失去了性能力，所以不能有自己的孩子。也许因为如此，他更嫉妒我跟你的孩子吧。但我却没有想到，他对孩子的恨居然到了那种地步。还记得我跟你讲过我家人的故事吧？那些事情给我留下太深太深的印象。我不希望我孩子的童年跟我一样，我希望他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长大。
我离开了那个地方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，我一个人和孩子一起过生活。是的，我要养活我自己，也要养活孩子。靠出卖自己，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脏。我见过太多外表光鲜亮丽，内心却很龌龊的人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林总，公司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处理。你自己想办法处理一下就行了。林总，这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是不是有点是不是当老板都这样了，让我这打工怎么办？这怎么签呀？合同都签了，这个好办了，家里有事样的，肯定有事。咱这单子怎么办？就是呀，这个现在必须得找。大家先别乱，乱有什么用啊？难道说林总不在了，我们公司就不能正常运转下去了吗？仁义，要不你暂代林总之职，我们所有人都向你汇报。林总这么信任你，你来替他管理公司，我想肯定没问题。当机立断吧，是还有好多事要处理呢。对吧？需要一个人赶紧做。总不能没有领导，对吧？是让我们来管理这公司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这么多业务，那以后就拜托大家多多支持了。你放心，大家都支持你，你放心，这样好啊。有领导啊，对呀，公司一个领导不行，没有领导没事，哎，我看看。下面的事情也好管吗？对。这样，各位回去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，近期的工作安排我会尽快发给大家的，好吗？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好的。爸，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再遇到你。我看到那天你见到我震惊的表情，相信我，我心里的震惊，爸爸一点也不会亚于你。爸爸，妈妈，那是我妈妈。其实，我偷偷的幻想过无数次我们重逢的场景，但这种应该是最让人失望的一种吧。咫尺天涯，逸轩，你来了。我宁愿没有遇到你。真的。艾小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，这位是艾小姐。你好。你好，这是你孩子？他是我孩子。爸爸，闹闹，他不是你爸爸。先走了，再见。Someday you will come true. When I dream, I
我想要把这一切全部告诉你，但是我说不出来。可能是因为自尊，所以我只有撒谎，叫孩子叫爸爸。接下来的这几个月，更是我无法想象的。每次和你单独在一起，我都一直紧紧抿着嘴。你发现了吗？因为我怕我忍不住脱口说出什么，最好连呼吸都停顿。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的呀。你在家里有教过他吗？没有，都是他自己拿着笔随便画的。应该考虑让他学一学。爸爸。来吧，给我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，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啊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好久没和人聊得这么开心了。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跟孩子还有事呢。那让我们送你。没关系，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我们改天接着聊。Maybe someday you will come through. When I dream, I dream of you. Maybe someday you will come to. 打开！打开！孩子，你会杀了孩子的。你给我说话！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搞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！你搞什么养着孩子？说话呀！你根本不用这样。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我开始心里一点都不痛，压抑太久也就麻木了。是你一点一点把我的痛觉唤醒，我才发现自己又是个人了。我从来不愿意给你惹那么大的麻烦，我一直在控制自己，远离你，但我最后失败了，我又回到了你的怀里。是人就会爱，会恨，会同情，会嫉妒。我喜欢南梦姐，是发自内心的。她是那么的善良，帮助和关心我这个陌生人，而我却在背后勾引她的丈夫。在古代，这样我应该会被送去游街吧？但有股控制不住的力量推动着我，让我去靠近你。每次看到你们恩爱的样子，我都会嫉妒，所以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到满足，即使伴随着深深的罪恶感。现在我要走了，我已经被他找到了。
我知道他不会放我走，他是个偏执的人，选好了方向就会一路走到底。也许他也没有恶意吧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对这个孩子，所以我必须尽快的找到他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用生命去保护这个孩子的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外面呢。我饿了。我马上回来了。好了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不喝。再喝点吧。再喝一口。喝吧。瞧你，你不喝，孩子要喝呢。谁呀？一早上就喝酒啊？早喝就好啊，一天都是醉的。兄弟，坐，陪哥哥喝一点。有什么愁事儿，骗你借酒消愁啊？这段时间，你嫂子生病了，我一直在医院陪她。也许是太累了吧。嫂子她还好吧？医生说她没什么大碍，应该休整一段时间就好了。
我前2天看你是精神状态不好，今天见你是身心俱疲，不会是什么东窗事发了吧？李雅，有件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办一下。您说。你在附近呢，给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，尽量条件好一点，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。你要买房子啊？行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上面那就轻一点，别磕着。任毅啊，林总，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，你满意就好。辛苦了，应该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林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咱们公司眼看着蒸蒸日上，马上晋级4A，接下来还有个大项目，可是一笔大单啊。听到这些，都不能让你开心吗？星光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在掌握之内。资质问题马上解决，还有就是竞标的问题。我打探了一下其他几家有竞争力的公司，在这个项目上，他们完全没有我们投入的多，也未必参加最后的竞标。毕竟，他们也要保存一些实力嘛。另外，我找了其他2家公司来陪标，都不是4A，基本上没什么竞争力。况且是陪标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不瞒你说啊，兄弟，最近呢，这家里弄得一团糟。幸亏这公司有你啊，也算得我一点安慰吧。林总，您可算来了，这些文件都等着您签呢。您要再不回来，公司的活快干不下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公司一切权利都交给任毅啊，他可以全权代表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把这些文件放到副总的办公室去。你先去忙吧，我想自个儿待会儿。少喝点，对身体不好。好了，我没这么金贵，只是怀孕，我可以自己走的，别扶我了。医生说了，说你现在情况还不稳定，不能随便的剧烈运动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对胎儿不好。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？怀孕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啊，慢点。没事的，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经常动，好好动。慢点啊！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再这么依赖你了。
你想怎么改变？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要有我的朋友，有我的工作。我不想每天像怨妇一样待在家里。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和我的朋友接触。还有，宝宝出生后，我会更爱他的。你要慢慢适应。